歡迎參加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樂齡之 NET 新世代 Smart Play 康體通課程。今個單元係康體通介紹。今個單元會有以下內容：第一，使用康體通嘅各種途徑，熟悉各種途徑嘅界面；第二，學習點樣下載同埋安裝流動應用程式；第三，簡介註冊同埋登入方法。使用途徑一：智能自助服務站。根據康文署網站嘅資料顯示，全港目前大約有240個智能自助服務站，佢哋位於唔同嘅康樂場地，包括18區康樂事務辦事處。左圖顯示緊一個智能自助服務站。當鏡頭拉近一啲，服務站喺度展示 Smart Play 康體通界面嘅內容。界面有多個選項，包括建立帳戶、登入、搜尋活動等。首次使用嘅時候，先點選建立帳戶。點選之後，界面會展示兩種登記方法，分別係智方便同埋掃描香港身份證。以點選掃描香港身份證為例，界面會提示放入香港身份證至掃描儀。掃描儀位於綠色發光嘅窗口。放入身份證之後，系統會自動讀取數據。掃描完成之後，系統會顯示掃描成功，並且會提示大家拎返身份證，再按指示輸入個人資料。成功註冊之後即可登入。左圖係成功登入之後嘅界面，分別有多個選項，包括搜尋活動、搜尋設施、活動抽籤結果、付款、簽到等。手指向下滑動之後，就會出現更多嘅選項，包括月票、個人中心、代辦事項等。相關功能將會喺單元3介紹。使用途徑2：透過康文署嘅網站，輸入網址之後，就會到達康體通嘅網頁。先係頁面嘅頂部點擊登入，網站會轉至登入康體通嘅頁面。首次使用嘅用戶可以點選建立或重新啟動帳戶。界面會隨即展示兩種登記方法，分別係智方便同埋輸入個人資料。接落嚟，我哋為大家提供咗一啲網上登記小貼士。第一，康文署有發布用戶登記同埋身份認證嘅相關教學，有關教學以影片形式涵蓋詳細嘅相關步驟，詳情可以參考上述網址。第二，網上登記需要上載香港身份證副本，大家可以透過掃描身份證去準備副本。第三，康文署收到透過網站或者流動應用程式遞交嘅申請之後，會喺10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批。收到通知，例如電郵之後，需要帶同香港身份證到智能自助服務站進行身份認證，以便啟動帳戶。更多詳情請參閱康文署嘅通知內容。上圖喺成功登入後嘅頁面。操作詳情將會喺單元3解構更多。使用途徑3：手機應用程式 App。接落嚟，我哋會講解點樣登入同埋下載 Smart Play。先講解喺蘋果應用程式商店下載。第一步，搜尋康體通。搜尋結果會顯示 My Smart Play 康體通。記得留意，開發者係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， 即係康文署。直接點擊應用程式名稱，就會見到更多資訊，然後點擊取得就會下載。下載完成之後，點擊開啟就可以使用。接落嚟會講解喺谷歌應用程式商店下載。同樣，先搜尋康體通，結果同樣會顯示 My Smart Play 康體通。再次提醒大家，開發者係康文署。直接點擊應用程式名稱，就會見到更多資訊。
然後點擊安裝就會下載。安裝完成之後，點擊開啟就可以使用。接落嚟會開啟 SmartPlay 手機應用程式，為大家講解。首次開啟嘅時候會彈出隱私政策事項，請先細閱隱私政策，同意之後即可進入完整界面，然後點擊登入就會展示登入界面。之後輸入 SmartPlay 用戶帳號或別名同埋密碼，即可登入。左圖係登入之後嘅畫面，頂部有提示、收件箱、更多個人設定等。中間部分係日程表，緊接嘅係待辦事項。往下方滑動屏幕之後，畫面就會變自由方，展示更多功能，例如設施同埋活動搜尋等。更多細節會喺單元3介紹。喺惡劣天氣下，主界面頂部會出現落雨圖示，點擊之後就會有惡劣天氣通知，例如熱帶氣旋警告、雷暴警告等。另外，點擊鈴鐺圖示就會轉至我的收件箱，例如假期設施開放等。至於點擊3橫線圖示，就會轉至更多個人設定功能。單元3將會有更多介紹。然而，我的個人檔案同埋設定值得大家留意。左圖係我的個人檔案內安全嘅頁面，涉及重設密碼同埋設置提示問題。滑動屏幕之後，會發現需要設置3條提示問題。呢個程序有助喺忘記密碼嘅時候輕鬆拎返密碼。另外，嚟到設定頁面內嘅內容，主要有生物認證同埋使用語言。大家可以考慮啟用生物認證，啟用之後就能夠透過生物辨識資料登入，更加方便快捷。喺下一個單元，我哋會介紹有關優惠收費、設施預訂、活動搜尋、個人化功能、付款方式等。呢段影片係由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同埋製作。